是许巍老师，我们又到了微笑生活课语的时间了。今天许巍老师要教的是问路的客家话，到了客家庄非常有用哦。我们先来学可能你会想要去的地点咯，比方说第一个车站，车站呢客家话叫做茶头，茶头，这就是车站，茶头。再来百货公司，百货公司，嘴巴接我吗？拜托拜托来，百货公司。对了，安boy，好棒哦！再来学校，学校，学校，对，这就是学校。再来医院呢，医院，医院，哎，这就是医院。邮局呢，邮片局。邮片局，哎，这就是邮局。好，再来咯，要句型代换咯。我们现在问，请问要怎么样到什么什么地方呢？这句话要这样问哦。请问爱用诶去到的后面的地方，再来一次哦。请问，这是请问。爱用诶，就是 how 要如何 how， 哈哈，许巍老师英文跑出来了。请问爱用诶，用诶去到就是去到。好，我们现在来考试了，假装说我们要去百货公司，大家试试看哦。请问爱用诶去到百货公司。对了，好棒好棒哦！我们再去一个地方，好，我们要到邮局去。请问爱用诶去到邮片局安排？好棒好棒！好，你要赶快跟人家说哦，爱迪耶，就是我知道了。暗字 say 啊，因客喜相逢。今天许巍老师要教的客家俗话呢，是说一个人本性难移，怎么讲？牛诶，看到那位马黑牛诶，什么是牛诶呢？就是牛，看到看就是牵它的意思。这个牛啊，牵到那位就是 where 哪里，所以这个牛啊，牵到哪里去，它还是一条牛。所以牛诶，看到那位喊黑牛诶，还是牛。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英文用这句话也是用到动物。The leopard can't change its spots. Leopard 就是豹，花豹身上不是有斑点吗？它是不可能改变它的 spots， 就是它的斑点的，也就是我们说的牛诶，看到那位喊黑牛诶，会了吗？今天就学到这里喽。接下来呢，跟着许巍老师一起复习哦，嘴巴张开来，加油来。第一个，茶头。百货公司，學校，醫院，郵片局。請問愛用的去到郵片局呢？很好。請問愛用的去到郵片局呢？愛啲咧，按字說，還有一句哦。牛誒，看到那位喊黑牛誒 ，The leopard can't change its spots. I'm boy， 我是徐巍，拜拜。